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北语的第47堂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用斯北语讲基本短语。我是贝拉琳娜娜，意思是跟我一起去吗？我是贝拉琳娜娜，我是贝拉琳娜娜。干你的奥亚鲁，意思是绝对不是。干你的奥亚鲁，干你的奥亚鲁。那我拿来问你的，意思是你能肯定吗？那我拿来问你的，那我拿来问你的。让我们再说一次。我是贝拉琳娜娜，干你的奥亚鲁。那我拿来问你的话，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